咁我哋都為大家講解下第二個步驟先啦。好，咁第二個步驟咧就係保濕啦。我手上呢一支咧就係貝加文之星，佢叫做氨基酸，佢可以打開我哋皮膚嘅吸收之門，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嘅泥土一樣。一個好嘅泥土咧，可以將營養直接吸入去根部嘅裏邊，而呢一支咧氨基酸就可以幫我哋之後嘅護膚品咧直接帶入去我哋嘅皮膚真皮層啦。係啊，好好用啊，我都好中意用佢，王牌。有陣時我哋發現皮膚有毛孔或者有一啲幼嘅紋啦，其實只要我哋噴咗氨基酸之後咧，佢會有立即勃起嘅效果。呢啲瑕疵咧，只要用咗氨基酸咧，都立即見效改善。同埋你會見到咧，用完之後咧，水分夠光澤好多。所以建議大家要 keep 住早晚都用啊。咁同埋咧，我想額外為大家介紹下呢一個嘅產品啊，因為最新產品嚟嘅，佢係降紅保濕啫喱嘅面膜。係啦，佢本身咧係混合咗一個降紅嘅功效啦，所以咧亦都好適合可能係敏感中或者係容易泛紅嘅皮膚，而且咧佢亦都用咗咧即係好高度嘅保濕，用咗呢一個咧黃瓜萃取物做佢主要嘅成分，所以咧佢係一個眼睛睇得見嘅保濕面膜嚟㗎。敷完之後咧，你會發覺成塊面吸咗水咧脹起晒，佢係可以即刻咧令到成個肌膚嗰個質地咧變得好幼滑同埋立體咗嘅。要定期敷 mask 啊。